先来看这移民署的高雄专勤队2月初的时，才拄抓到一个非法的中人集团，后来伫3月又搁抓到一个已经是摕到台湾身份证的这个越南新妇，伊是拐泰国人来到台湾做工课，等人一个到位了后，就把这护照扣起来控制人的行动。移民署是拢总找到47本的泰国护照，有够这犯罪收入是要400万。这段都是护照。啊，毋是讲无护照，哇，你搁讲无？桌顶排开的全部拢是泰国护照，和警方掌到的非法中人也搁伫死罪。移民署高雄专勤队2月伫苗栗查到一件白色移工的跨国中人集团，专门找泰国人来台湾农场做临时工。尾手佮根据农场车主提供的消息去溯源追查，3月份伫南投台中山区抓到另外一个非法的中人集团，这回救出5名受害的泰国移工。毋但护照封扣掉咧，封北下状况也比顶一站搁较害。住睡，该不会都在这个地方吧？你看衣服，这些全部都在里面。小小的货车车道无通啊门，5名泰国移工加困大拢钱伫咧遮，因为薪水甲护照拢个中人摕去，地头青手机嘅未通，唔敢学白走。有当时连巴肚饺拢敢若会当去溪底掠鱼、山顶捡菜。移民署表示，这个中人集团有22个人，姓陈的查某主嫌是已经摕到台湾身份证的越南新妇，透过网络广告请泰国人来台湾做临时工，受害移工毋但爱先交代票8万块的中人钱，工课做几暝几日，薪水1点钟煞无到100块。因为护照封扣咧，移工嘛走无路。该集团共计非法取走泰籍人士护照47本，初估犯罪所得近新台币400万元。全案依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。移民署甲受害移工救出来了后，也协助因申请居留许可甲合法的头路。这时因才知影，原来台湾这头路是生做安尼。移民署表示，因为47本护照，敢若找到5个人，尾手会阁继续找找其他的受害移工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。